今年初大选，较细党的大部分拢选无调，立法院真多拿绿白三党分天下。讲到这个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因的票声虽然无够1%，部分区立委的席次分袂着，这选举的保证金嘛摕袂转来。不过因的名声算是变甲真响。台剧台青春咱的梦，下暗7点半，都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这阵欧巴桑用什么方式实践因的理念。所以你说你们是要什么？2个 cheese 1个 Oreo。大家行好的鸡卵糕是彭公公，这个卖鸡卵糕的收入是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要筹备政党经费方式之一。这个成立7年的小政党，鼓励党员参与各项的选举，甲社会大众倡议儿童人权、亲子友善等等的议题。虽然选赢的机会无大，不过公民意识的力量推动因向前行。我们在做参选，带着三宝妈做这么多非常艰辛的事情。其实你带着小孩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采取行动的过程，我们是为了我们，他们也会知道自己遇到不合理或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可以怎么去改变。2024年大选了后，小党无啥发挥的空间。小黑明虽然加做第5大党，不过关注度甲支持率还是无悬。为了提高能见度，党员除了经营线顶社群，嘛会举办见面会，希望用各种的方式，互因的理念会当互更较侪人熟悉，嘛争取到有同款理念的支持者来加入政党。但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种平庸的背景出身的人，也是可以在政治上面崭露头角。小黑明是一个以草根女性组成的柔性政党，伊希望社会上对儿童人权的观念会当更较进步，透过生活实践甲倡导，希望大家拄到身心障碍囡仔的时阵，会当友善互动。如果说我们的小天使有碰触到你，觉得不舒服的话，随时都可以跟我们工作伙伴说。我希望借由我带着孩子，我很大方，对我家己做起，我豆豆来影响。豆豆有机会，互台湾所有人看到讲，啊，咱若拄到这，咱有啥物方法，咱会使来甲伊相处互动。这群妈妈们，就是她们真的觉得我今天是带着我的孩子一起参与政治，所以我得帮我们的孩子把他们的需求跟他们的声音，透过政治，再更大声的说给更多人听。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由妈妈所组成的政党，应用柔性的力量向社会发声，讲出改善世界和平愿望。虽然台湾政治的结果是真恶突破，不过因相信只要大人甲囡仔徛做伙，有心就会当证明人权的普世价值。记者洪条成、吴一修综合报道。